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 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在。前 SBL 球员伫咧陆良拿地这队期间涉嫌拍假球，检方起诉15名人员，法院裁定这郭文豪继续受押。今中昼新店湖口有一个查甫人伫银行门口甲一个富人人抢劫，边仔买菜太太小姐规定起瓦器甲嫌犯抓了起来。美国国会委员会拍算提名内地英等4名，和中国长期拘留人士宣诺表和平奖，表扬因对人权的坚定承诺。国内的职业篮球爆出跋筊案，前 SBL 球员吴桂英等人伫咧陆良那这队期间呢，涉嫌拍假球。这个警方经过着3个多月侦办，认定牵涉案件球员有配合地下搅拌，故意让这分数出现变动，拍球的时阵出现失误等等，趁一寡不法得利超过2000万。今仔日侦查总计起诉10个人，包含着吴桂英、郭文豪等10名球星，也有助理教练区计位等人。另外，郭文豪对案发了后是受押到单，今仔日法院是裁定继续受押。有没有觉得对不起球迷？柯明豪打出警比车，伊是前 SBL 球员郭文豪，获得到年度 MVP， 因为牵涉进拿签赌案，案发了后受押到单，这个月初日，互一审法院裁定继续受押。有没有打假球？伊早是港队的队友，前球员吴桂英嘛牵涉这个案件。参加陆良立地节的时阵，涉嫌拍假球，去年10月互约谈。港队几名以早球员陆续互逼出，拢有参与在内。检方侦办3个月，初日侦查终结，对10个人提起公诉。这内面前球员50个，包括吴桂英、郭文豪、屈中璞、李继温、颜文祖，各有外籍球员班霸等人。设有刑法网络赌博、意图营利攻击赌博场所、诈欺取财及违反运动彩券发行条例等罪嫌。检方调查才知，前球员至少有10场比赛集体签赌，其中各有7场比赛涉嫌做卡手，包括无照教练指示的战术、乌白投篮、故意传球失误、超工罚球无入、运球出界、各出手的时机无合常理等方式来控制分数，满足地下赌盘。开出2分等分数最少来赢跋筊钱，甚至早伫主年队的热身赛，就开始做伙签赌拍假球。这波起诉名单嘛包括球台前助理教练区计委，检方查出伊涉嫌做地下签赌的组仔头，提供地图的管道，球员阁食了有刷嘴，另外找朋友协助，另外去跋筊网站地图，短半年的时间，就赚了非法钱超过2000万。就犯罪所得新台币2000万余元，申请法院宣告没收。检方唔但向法院申请宣告没收犯罪所得，嘛对前球员王家宏发布通知，因为团案到单，伊拢无到案说明，认定伊已经走去秘记者综合报道。通市康复员这个工会对顶年开始有收到会员伫外站和同事胜诉了的申诉案，不过桃园市政府认定发生的地点无伫国内，就无要甲因处罚。工会协助这会员拍民事官司，今日证实讲成功协助3位受害的康复员提起民事诉讼，最近拢有摕到赔偿。劳动部表示讲，去年7月性平3法施行了后，就认定外暂时出差，未来伫这方面的认定应该是无问题。2022年10月，2个康复员飞去荷兰外站的时阵，去有查甫同事违纪性骚扰，当事人回国了后，向公司提出申诉，结果公司认定是事实，加害者互记告处分。2023年，桃园市康复员职业工会阁收到其他会员的申诉。同款伫外站去有查甫同事性骚扰，工会协助会员拍民事官司要求赔偿。今年年初3个会员都有成功得到赔偿。今年的1月18日跟1月31日都各有1位跟2位的空服员透过民事诉讼成功争取这些加害者技师要赔偿给他们。希望说这些加害者的技师应该停止上诉，不要继续让受害者身心俱疲。虽然法院裁定加害者都要赔偿，不过工会讲，在诉讼进前，桃园市政府捌以发生的地点不是在咱国的领土范围，无采罚款为理由，并无甲加害者裁罚。相关的法律明显有空窗。若是康复人员，
还有旅游业的人员可能都有风险。劳动部回应讲，去年伫性平3法修法了后，员工伫外站是属于出场，规范头家有封地义务。修正了以后，雇主就有相关的防治义务。那即使他的员工出差到外地，他回来的话，还是要去尽到他应该要处理的义务。被骚扰的结果是后续一直持续导致他的生活还有他的整个情绪状况、身体都有发生很明显的影响，视为行政程序法里头视为在本国发生。卫福部表示，去年伫修性平3法的时阵，都捌讨论过伫外地做工课性骚扰认定的问题。迄当阵各方有共识，是采较量的个案认定，属人无属地。修法了后，因为纳入风请的人，伫非工作时间去有工课场相关人士骚扰，嘛算是这场的性骚扰，符合空服员工会诉讼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军传出女性官兵暴力事件，这海军男子部成功击军舰架公号，伫咧1月初有一名查某兵早点命部到位有骨落界执法地道部教的不良记录，李士官纠正行为，说互这个查某兵拍甲受伤。海军司令部也甲这个查某兵移送法办，记代过2届，而且甲伊态度。这个查某兵呢，防着做是这军舰顶头的重点人物。李士官捌派查某干部陪同去这个查某兵的房间，才发现讲，这个女兵甲家己锁伫咧便所内面，要求干部甲人救出来。一寡举动煞互这个查某兵真不满，认为李士官伫咧找伊麻烦，伊就情绪失控，乱拍乱骂。致使这李士官有真济所在乌青结肺着伤。这海军司令部已经甲这个查某兵移送法办，记代过2届，而且改态度啊。过年要到啊，去到银行领钱就要特别注意哦。今仔中昼12点外，伫新竹湖口有一个40多岁查甫人，伊伫咧银行门口看民众伫遐出入，只有可能是领真济现金，就对一个富人人下手要甲伊抢。边仔买菜太太小姐看到这情势唔对，大家就起瓦去，做伙甲这嫌犯抓起来。这骑车的人，哪骑车哪踏涂骹，慢慢骑向前，缀伫个这查某人后壁，用伸手抢伊的皮包啊！嫌过对方一直落掉咧，不爱放手，伊也无想到安尼，民众拢换来甲伊包围着，甲去路拢挡掉咧，根本走无路。你这车子是谁的？大家一直喊抢劫，警察赶紧到现场，甲这歹徒抓到，伊只有坐伫涂骹，双手就绑。见义勇为的民众，原来就是这个人，就是这市场摆摊的人，要来买菜妈妈阿姨啊。那好像有点吸毒吧，然后就把他剪刀把他的袋子剪一下，就是有听到声音啦，然后这边客人都很热情，都跑去帮忙把他制服。代志发生伫新竹县湖口，车里中到12点外，警方调查40多岁姓陈的抢匪，伫中正路银行外口扫来扫去，敢若锁定出入的民众，可能领出真侪现金，准备要来过年，就等机会找目标要下手。不过银行附近就是菜市啊，案发的时阵现场也袂少人来买菜，警民合作到顶来抓人。市往本分局执行金融机构巡守警力40到场，一旁民众也加入帮忙。全案询问后，以抢夺罪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就今银行出现歹徒抢劫的案件，全台各警察局拢有甲金融机构合作办理防抢演练。就因过年即要到啊，袂少人会领现金，若是安全的问题会使申请领钱的保护，基本上无金额限制，即要提出申请，警方是随到随办。记者综合报道。伫宜兰罗东车下晡有一个71岁老阿伯，真有可能是为着要赶火车，伊就下过铁基路，互入站的货物列车弄到，致使伊倒骹断去，目前无生命危险。警方也认为讲，这个老阿伯涉嫌犯着铁路法，会当罚1万到5万。有一部货物列车停在月台的南端，然后同时也接获罗东站通报，货物列车撞击一名行人。那我们迅速赶往现场，发现伤者，但是有撕裂伤，经送医之后，由医院解释有骨折情形。警方调监视器来看，这个老阿伯可能是要去到罗东车头坐火车，赶时间就对车站过台尾啊，下过铁基路，煞互一站的货物列车弄到，这倒骹骨折，无生命危险。不过，这款的行为可能会违反铁路法相关，会当罚到5万。代替表示讲，有害2帮载客列车办分，420名旅客受到影响。
彰化溪湖昨下晡发生一桩真严重的车祸，一台原林客运的公车要倒弯的时阵，无注意到这过路线顶头也是有人，就把这一对老翁婆弄落去，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人受伤。业者表示讲，这台公车也未装全景的行车视野辅助系统，目前警方也正在调查这事故的原因。原林客运公车行到路口，车顶倒弯，却无发现斑马线顶悬有一对80多岁的杜姓翁仔某当准备过路，两个人去弄到倒咧涂骹了，又搁去搞过。老先生头骨变形，当场死亡；妇人人是双脚重伤，后脑骨也有受伤送医。目前医院伫咧彰化基督教病院加护病房救治当中。那一名男性年约80岁，脑浆外溢，头骨变形，那已明显死亡。那另一名女性患者也年约80岁。然后右腿的膝盖以下有断肢，然后左腿小腿处有开放性骨折，后脑勺部分有撕裂伤。代志发生伫咧1号下晡3点半左右，地点伫咧溪湖镇元路路甲江水路口，当时的车辆甲行人拢是青灯。客运业者表示，48岁老姓驾驶教职3年，公司拢有为驾驶举办路口停让教育训练。目前正陆续为3年车龄之内的大客车加装全景行车视野辅助系统。这名驾驶所开的车辆是还未安装。相关的车辆会加装全视野、全景的防死角、智慧型的视野辅助器。最近的3人内的车辆正在加装当中。警方当地咧调阅路口监视器，厘清肇事责任，后续会依法将老姓教师函送地检署侦办。客运业者是表示，已经联络到杜姓翁仔某家属，遵照伊的意愿，会等妇人人病情稳定，甲家属心情平复了后，前往慰问。记者彰化报道。黄色阿米亚是高雄上界新的景点，累计到今有超过60万人次参观。不过，遐尼侪人，警方就爱加强啊。有警察反映讲，爱24点钟过这阿米亚，袂输是阿米亚的保全同款。警察局是回应讲，为着保护民众的安全，安尼新的安排是有必要的。大家爱河边啊，真侪民众拢摕手机啊，要甲鸭翕相。观光局统计，目前已经超过60万人来看鸭。遮尔侪游客嘛，互警察真正力。最近就警察伫网络怨叹，认为安排警方24点钟来顾，警察嘛加做鸭的保全，包民众认为会当加派保全来减轻警察的负担。感觉警察是免24点钟拢伫遮顾。可能就是针对讲类似巡逻，就是可能1点钟来巡一届，安尼就好啊。组织一些团队，就是来做一些规划，会比较有系统，对啊，因为远警毕竟不是专业，而且他们本身还会有一些自己的勤务，这样。面对警察爱24点钟的轮班，林朗分局表示，目前是2个分局轮流，平常时调派80个警察，假日会增加到100个，为下晡3点开始排班。半暝敢若有4位警察轮流来执勤，每一位轮2点钟就当休困，有24小时的警察人力，才会当防止有心零碎的犯罪。守望岗勤务同仁2名，另外有编排线上巡逻警力2名啊，亦会进去园区里面来做一个巡圈，来加强治安的维护。除了坚持要有24点钟的勤务，警察局即马嘛有提供过食饭时段便当给警察，嘛有设定2个休困站，提供警察临地休困。记者钟义辉、柯昭勇高雄报道。即摆立法院已经选出新的院长咯，民众党互形容是保送韩江配，外界解读是民众党要向国民党展现好意，来争取在调委的这选举更较有利，摕到法案的主导权。另外有媒体报道讲，这郭文哲嘛敲电话互立赢的医学界大人物，希望促成这立白合。民进党发言人表示，郭文哲希望三枪配。但是，这郭文哲也批评讲，这拢是乱讲的，要告民事侵权。针对这部分，医师陈英兴发表公开批，证明郭文哲伫咧投票进前有敲电话来，希望民进党支持黄珊珊，伊会无条件支持民进党的副院长人选。新正就要到啊！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初日参加春节活动，亲身写春啊，立法院长的选举结束，不过争议还咧拖。根据网络媒体报道，郭文哲投票进前敲电话互立赢医界头人，希望促成立白合。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证实，讲郭文哲有想要组成三枪配，互郭文哲不满，批评民进党一支嘴胡累累，决定提告这个媒体甲吴征民事侵权。我是很不喜欢跟我们这些前辈互相告诉的那没搞得来，大家火大了对不对？
不可以用这种手段呢。你不可以每一个都打电话来说，你要打电话给他，我从来没有他的电话号码，我怎么打给他？乱讲话的不是我，因为方才我提到的这一位医界的前辈，这位医师呢，他也很明确的来表达了，如果柯文哲主席要把这件事情来到法庭上面我们讲清楚的话，他也愿意来到法庭去当面的陈述事情的相关经过。吴总表示，国文代提过，已经准备人证甲物证，要去法院讲明。若这个医界头人，就是陈永兴医师，嘛发表公开批。标题写推动立法合作无法度成功的见证甲反省，正是郭文德主动打电话探问。立法院长的选举，立法合作的可能性，以民进党支持黄珊珊，换民众党支持蔡其昌。针对这点，民众党是随开记者会来做出回应。而在这个沟通的时候呢，就是由这个中间人打了电话给陈永兴医师，所以柯主席的确有跟这个陈永兴医师有对话到。但是不是柯文哲主动在没头没脑的状况之下，突然打电话给陈永兴医师？那立法院长的选举结束，民众党方形容补上韩工批，方解脱是向国民党提出善意，争取调位选举甲法案的主导权，甲拿了保留合作的空间。不管蓝绿两党，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就会支持嘛。也不是说一定要跟谁，我们会有判断嘛。针对民众党陈昭珠在立法院长投票方判定无效，主动请示党团干事长，中评会会开会讨论，而且由吴春成来接任干事长。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大方面取消 M503 航线，引起美国参众两院外委会主席谴责中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卡定就批评中国是伫咧破坏台海稳定。行政院长陈建仁要求中国停止改变现状，也强调即卖也当咧研究要安怎处理。就专家分析讲，中国做法就是要甲海峡中线毁掉，国军就要注意讲，这中国军机军舰对训练变作是战争的风险。中国各方面宣布，为2月7日开始取消 M503 航线飞行频率，引发美国参众两院外委会主席的谴责。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卡定发声明，批评中国破坏台海稳定，因为2018年 M503 航线就捌引起争议。迄当阵，咱国已取消中国航空公司出借加班飞行机反制。行政院长陈建仁初时表示，当地研究后续的处理。我也要求中国呢能够停止这一种单方面的行为来改变这个现状。更重要的，关于相关的这个影响以及后续的这一个处置评估当中。美军印太司令被提名人帕帕罗在听证会强调美国以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强化无背叛的战略，增加对中国的合作，降低美国支援台湾作战的风险。帕帕罗嘛讲，主动对台湾的侵略这项任务是真清楚。From having matters that resolve the Taiwan Strait issue with force or the logic of force, and that the department will be ready to come to Taiwan's aid. 美国甲台湾相挺，美国国务院嘛对 M503 的争议表达关心。专家分析，虽然中国军方透过民航机改造执行斩首行动的可能性无大，不过都要注意中国军方调降后海峡中线界线无明了后，军舰军机由演训转做是作战的风险。还是不排除中国的战机呢有这种由训转战的可能。确实这个空防的预计时间会很短，等台湾部队反应过度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口实来做一个新兵的借口。澳洲甲纽西兰的外交部长甲国防部长最近举行2+2的讨论，呼吁透过对话和平解决两岸的问题，共同反对各方面改变现状。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会甲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初二提名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也有中国的维权人士柯志英、丁家喜，也有维尼欧学者伊利哈木图赫提来选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来表扬因对人权坚定承诺。这4个人拢互中国长期拘留。黎智英目前违反国安法案件。当在审理当中上严重，可能要判关几世人。美国国会甲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初二提名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中国有名的维权人士柯志英甲丁家喜。
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参选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这些人拢和中国当局迫害归亚，希望借由这奖项表扬因对中国人权甲和平的坚定承诺。另外 ，CECC 也召开听证会，公布对中国人权的定期审查报告，邀请受迫害者家属出面说明。Jimmy Lai, Shuji Young, and Ilham Tohti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because it's another way that we seek to shine a light on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That shows many current political prisoners in China. My heart aches terribly every time. CECC 批评中国政府是即阵世界上上严重的人权侵犯者之一。随上去年2月 ，CECC 也要宣布提名雷丽英、黄之锋这香港的民主派人士来争取诺贝尔和平奖。联合国也关心雷丽英违反国安法案件，一个国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已经写批予中国当局，对雷丽英案件内底一个证人黄兴球被扣警表达关切。He's testifying against Jimmy Lai, but under coercion and pressure and torture. And the Special Rapporteur has found that and has said, therefore, his testimony will not be valid. 就雷丽英违反国安法案件，新闻进入第22天，车里团环雷丽英下属前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加前《苹果日报》副社长但派面出庭。根据香港媒体报道，张剑虹同意开设《苹果日报》英文版，受到引起国际注意，对中国甲香港政府做出敌对行为。但派面讲雷丽英支持民主人权价值，新闻有期进行80天。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北韩第3天内搁再发射飞弹咯。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初时表示，北韩向朝鲜半岛西海岸发射几落粒飞弹。北韩官方中央通讯社初时也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有去视察南浦造船厂做军舰进度，而且指示要为战士加强军备。北韩中央通讯社初时公布金正恩视察南浦造船厂的相片。金正恩表示，加强海防军备是为着这战术的这个关键任务。另外，南韩军方的韩联社初时引用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的消息，讲北韩伫咧当地时间早起11点左右，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几落粒飞弹。这是北韩1月自述以来第4届发射飞弹，最近一届就发生伫咧3天前。土耳其伫咧初一发生一桩掠走人质的事件，有一个包巴勒斯坦围巾的枪手撞入去西北部一间工厂，甲这个员工押走，讲安尼生做会当阻止以色列屠杀加沙人。这警方随甲这工厂是围起来，含嫌犯对峙要到9点钟久。趁伊去便所的时阵，甲伊攻击，才化解这届危机。工厂外口有封锁线，这警察伫厂外咧监控。土耳其西北部解捕到一间 PNG 布料工厂，当地时间初一下晡3点左右，去互一个为巴勒斯坦围巾、分尸顶若像爆炸弹的枪手走入去，了后伊威胁工厂内底6个查甫1个查某，伫壁顶画巴勒斯坦的国旗，还佫有写为加沙开大门的字，而且嘛，甲这个人质压掉咧，都是为着阻挡以色列屠杀加沙人，而且要求埃及爱开放大法边境。警方去现场了后，甲枪手展开谈判，毋过失败，敢若会当看书办事。遐若家属的心内是真着急，伫工厂外口咧等，一步嘛毋敢离开。Tabii canım ya kim korkmaz yani. Korkulmayacak bir şey yok. Adam her tarafına bombayı sarmış, eline silah almış, girerken 3 el havaya ateş etmiş. Kardeşim içeride. Kısa bir konuşma, WhatsApp yazışması yaptık kendisiyle. İyi olduğunu söyledi, endişelenmememiz gerektiğini söyledi. Bu kadar yani bilgi. Çok fazla da bir bilgi alamadık. 双方对徛差不多9点钟了后，警察趁枪手去便所的时阵，成功把这个嫌犯抓起来，这个人质嘛有顺利救出来。当地官员指出，枪手已经被拘留，并无受伤。原底伊是这个工厂的员工，这个事件在土耳其引起真大的关注，因为土耳其的舆论大部分是同情加沙，也那埃尔多安政府对以色列的立场是大正的。枪手刷刷着伫土耳其境内做出激烈的举动，是互大家拢杀无踪。部分人质的家属是真不满讲，若想要甲巴勒斯坦斗3天，会当去加沙小战，唔免伤害其他的人。从去年10月到今，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造成1140个人死亡。以色列的反击致使加沙超过27000人无命，其中大部分是妇人人甲囡仔。公视新闻，秦婉玲编译。
受到极端气候影响，美国加州这礼拜拢伫咧落大雨，引起严重的饮水灾情。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说是伫咧可旱，当地水库欠水率无到4%。若讲到阿根廷这日long来到位出现40度高温，民众拢走去水池边耍水。几辆大车浸伫水内底，市区路面饮水甲脚头浮，民众过道路真困难。美国加州地区这礼拜开始遭到大气河流及大积大水库造成严重造大水甲土石流灾情，真侪条连接大城市的主要道路拢无法度行，有民众开车经过饮水的地区，差点袂飞走出来。I already saw this water really in the street, but I didn't expect it was that deep already. Because the truck was starting my car and give me arm. They pulled me out of my car. 一波快速移动的暴风雨先侵袭旧金山，随来到南部了乱洛杉矶。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下一场的大水雨有加伫礼拜来，有可能引发具破坏性的大水。另外，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地区是面临可旱的问题，为北部的沙水库脱水率敢若剩4%。空气镜头之下，因看到水库涂骹的地面已经拢闭了了，原本沉伫的水内底旧较长已经拢完全现出来。当地政府昨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拜五开始全区80%的人口的严格限水。En els darrers 40 mesos, el nivell de pluges ha estat extremadament reduït i, de fet, durant moltes setmanes no ha plogut gens a una bona part del país. 今日伫南美洲阿根廷全国是充满40度的高温，河边甲市区地面喷水的设备，四界拢是来耍水冲凉的人。随上过去几礼拜，南美洲包含智利甲哥伦比亚这国家温度拢真悬。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指出，气候变迁甲适应的现象，与极端的气候更加严重。公视新闻杨安编译。国产的大肠安心猪冷冻假心麻百片传出有3码种，台中市政府卫生局顶个月15去到国防部台中福利站抽验，检出3码种违反着食安法规定，这物件拢爱落去。台中福利站抽验国产的台糖安心豚梅花肉片，检验结果发现含有不得检出的瘦肉精西布特罗，检出数值为0.002 ppm。该产品违反食安法的规定，可依法裁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锾。目前已初步掌握该产品销售于全联以及国防部的台中福利站，已通知该批肉品应全数下架，停止贩售并回收。食安处警员甲骨肉鸭冷冻的猪麻百片摕出来，封起来炸走。卫生局表示讲，已经通知这批肉片爱全部落架，而且袂当卖，也爱回收。针对卖出去的这个福利站，会当依照违反食安法，罚6万以上2亿以下的罚金。后礼拜就是过年啊，各地头的这个年货街啊，拢是招招人。高雄台南启动不计客站，台南的部分菜色介绍稳定，水果含白抢有起价，一寡礼盒也是起5%左右。高雄受起抽炸鸡、牛结糖、香菇肉干等等的这些商品，有10项品项起价，13项无，认定物价和去年来比是较稳定的。台南市联合警察小组到大卖场了解卖价，也到水仙宫市场查核供应情形，要确保过年前大头卖超工起价，互消费者吃亏。清查发现，水果类也有部分进口的水果，也有白抢部分年岁礼盒，因为运费起价、产量大减这状况影响，价销拢有起价。大卖场年节礼盒品项多，与去年大致相同。部分礼盒如泡芙及凤梨酥等，较去年约涨5%。高雄市的小宝官也私底下轰炸三丰中街所卖的糖仔、油果、香菇肉干等23种的商品，有10个品项起价，起伏1%左右。不过有13个品项价销是同款的，因为物价大体上是平稳。有民众反映糖仔、饼仔、乌鱼子、甲土豆这产品价销，甲去年比明显有较贵一寡。小宝官提醒民众，若物价无正常，也是发生消费的争议，用申诉。有影响啦，影响蛮大的。这怎么办？尽量想办法压低成本啦。像迄土豆啦，吼，起20块，但是基本上会使讲介平稳啦。你若香菇啦、虾米这重要的拢无起啊，甘贝嘛无起价，只是较大粒的、较特殊的才有起。
商务中国指挥讲，整体来讲，今年年会计销甲去年比无明显的起伏，不过加请人确实互业者的进货成本增加1-2成。也不过疫后了后，买起将有回升，有一寡店头也是先吸收成本，就惊起价甲人客行走。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前，这桃园机场已经有真侪人要出国。今仔日桃园机场出入境人数预报有12万人次。早起第一航下行李的运送带发生故障，造成这行李塞车拢贴起来。经过桃园机场公司初步了解，这行李运送带无故障是地勤人员作业顶打起，已经伫咧第一时间来排除，无去牵着旅客时间。民众翕到第一航站商务航空报道柜台行李卡伫输送大顶悬，拍甲规个贴起来相片。伊讲已经等1点钟，久久才通放一个行李，提醒其他坐飞轮机的旅客都要注意时间。桃园机场公司表示，行李的输送带并无各样，初步了解是地勤人员作业的疏失，无设置甲大型的行李放伫咧输送带顶悬卡掉咧，目前状况已经排除。没有遇到那个，我们来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对，还可以。最近出国人很多，对，所以我们就是提早来。即马年都要到啊，桃园机场已经出现人阵。根据航班运量的预报，第一航站早起6点至8点，出境的旅客差不多是3800人次，是出境尖峰的时段。行李的数量是2891件。6点35分，因为一件包满的行李伤过大件，而且无放伫行李篮内底，较会卡掉咧。历史输送带无法度运作，10分钟了后排除，7点45分恢复正常。有时候遇到呢，可能相关的一些设施设备有所故障，那这时候就会发生整个报到程序以内的情况。旅游业者表示，新正期间是旅游的大月，嘛是休寒，国内外机场人阵清在是叉。国际旅行团都比平常时加至少3倍，坐飞轮机的过程状况嘛会较济。机场公司嘛提醒旅客，出境的尖峰期都要提早3点钟去机场准备。另外嘛要注意托运的行李，亲像是行动电源，无法度贴起来锂电池等等的3C 产品，敢若会当放伫手关的行李。出国进前，甲行李检查好势，才袂影响出关的速度。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过后，观光需求变大，新加坡政府委托私人公司来台湾找员工，要做辅助警察。这薪水一个月是台票85000起跳，吸引600外个，要处30到50个人。航空培训业者分析讲，台湾人才这英语、华语呢，拢个服务态度拢真好。不过，人力银行业者认为，国外来到台湾找人才，会互台湾欠工愈严重，而企业就要提出更较好的薪水和福利。伫台湾读国文系Jason毕业了后，到新加坡的中医机场做辅助警察已经4年多。伊讲薪水高真吸引人，嘛想要伫世界一流的机场食头路，培养国际观。主要的工作是在机场，那每天的任务不一样，有时候会在出境大厅负责检查所有人旅客的护照还有登记证。新加坡因为警察无够，由政府授权私人公司执行安全维护辅助警察制度。当地是有配称，毋过无大保全。伫机场协助旅客服务甲安全工课，一摆来台湾招募，按算要招30到50人，薪水差不多是台票85000，另外阁提供带面食食甲奖金。航空培训机构分析，台湾人才优势是基建的能力甲服务的态度。这一次我们针对薪资的部分跟福利部分增加了很多，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大缺工潮，所以新加坡也希望有更多的台湾人去服务。疫情等好了后，各国面临欠工，抢国际人才，甚至连要毕业的大学生，是不是若表现甲袂歹，都会互企业先抢去。学界讲，这确实会互人才外流的问题愈来愈严重。毋过嘛，期待学生到国外历练了后，会当早经验转来台湾发展。最近呢，有从日本来的公司就直接跟我们接洽。那希望呢，能够我们的学生过去那里。那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有学生在北海道、在熊本。甚至于在这个澳洲都有在实习了。本土的观光业者应该要祭出一些更优渥的一个薪资跟更好的这种员工福利条件，甚至整个这个工作环境更友善于这个求职者。人力银行的业者嘛提醒，疫情后国际人才流动，去到国外找头路，一定要确定是摕合法的工作签证，嘛要考虑当地薪资甲物价。另外嘛会当评估未来职业规划，看出国食头路，敢是会当伫履历顶悬有加分的作用。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统计，无细里跋倒也是车祸，有50%的人会去伤到头壳，致使脑创伤。有时阵脑创伤的程度真轻，症状无明显，民众是袂去要伊。但是医生提醒讲，即马已经有研究来指出，长期轻度脑创伤是造成神经退化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部分是袂当代意的。头痛、头晕、记忆变差、失眠等都发生。前卫福部长柯文哲过去捌出过车祸，车祸了后出现一寡后遗症，加在真紧就恢复。我还幸运，在1-2个星期后就完全恢复了。迄摆事件，让柯文哲开始关注轻度脑创伤的议题。落尾，伊为2009年开始参拜医大团队合作研究，招1000外个受测者，经过15年的研究，即阵发现长期轻度的脑创伤是造成神经退化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袂当看轻。头痛、头晕、注意力没办法集中、记忆力不好、睡眠障碍或晕眩。那这个症状讲起来，它不是说那么严重，可是它对生活、工作是很大的干扰。轻度脑外伤大概是占最多，占80%。那轻度脑外伤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症状，大概有在早期前6周的话，大概是50%，大概有一半的病人会有症状。长时间来讲的话，大概是15%到20%。会留下长久的症状。医师张英豪表示，脑创伤的发生比率高过癌症甲心血管疾病真济。根据统计，跋倒、车祸、畏悬的所在落落来的人，有50%的机会会弄到头壳，造成无同程度的脑创伤。提醒民众若有相关的症状，唔通叫是好啊，就无要紧，就一定要赶紧就医。记者郭文社桂林台北报道。有真侪非营利组织会透过演讲也是摆档去增加社会沟通，活动也会透过这社群平台做图文写故事来声人目。要安怎精准发动议题，背后需要运用数据来斗相共。数发部这1年来推动数位转型计划，帮助非营利组织安怎运用数据来增加民众公益教会意愿，也改善团队经营。今举办成果发表，互民间团体互相来学习。无论是办讲座，还是摆档展出文创商品和议题文宣，这些拢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推广议题的方式。不过，现代的宣传、网络各种社群平台，嘛拢是甲民众靠外来的管道。数发部这1年来帮助非营利组织数位转型，互因学着安怎运用数据，增加民众公益教会意愿和议题的团团。比方说，怎么样了解他的这个捐款人的轮廓，然后提升捐款人的这个粘着度。NGO、NPO 是我们重要的这个伙伴关系哈，我们一起能够协力的一起把这个能量提升上来。数发部推动数据互联公益创新的计划，拜五举办成果发表论坛，拢总有8组深度辅导的团队，其中有在做动物救伤的野湾野生动物保育协会。因讲虽然常常伫网络分享野生动物的故事，但是因过拢无分析过什么文章较有人看，较会增加民众教会意愿。透过数发部的辅导，因才开始了解安怎运用这个数据。动物的故事，也是阮伫面册内底发表什么共款，大家有会使引起大家兴趣的物件，会使安怎去安排阮后尾的发展。另外，经青少年关怀协会长期关心有司法案件的青少年，帮助因找头路行向正途。协会表示，过去拢专心伫咧第一线服务，较欠卡手专门经营和支持者的关系。今嘛透过司法部的辅导，开始重新去检讨改善。将近4000位左右的捐款人去做这个沟通互动。那虽然转换率不是那么的高，但是我们确实有提高了我们的定期定额捐款者的人数跟金额。司法部表示，台湾的非营利组织上报5万外的团体，关心的议题非常多元，是帮助台湾继续进步的力量。这1年来，已经协助187个团体数据创新转型。今年7月嘛，打算要启动数据应用辅导，继续陪伴这非营利组织，运用数据来改善经营服务。记者卢尚如、郑准佑台北报道。明仔载就是旧历的12月24，有人讲24送神，就是把神明送上去天顶休过年，所以民众就会当请屯，把这厝内面还有神明厅变好清气。不过专家也要提醒讲，这请屯变扫有眉眉角角就要注意，新的1年才会平安顺遂。
拜六就是旧历12月24，伫咧台湾民俗内底，这是送神明当天顶总日后过年的日子，家家户户嘛伫即天请屯。民俗专家温宗汉表示，请屯除了厝内大饼扫神明厅的部分，嘛会甲香炉、神尊和神明插在顶顶，用青啊挡布甲用野香烟饼好清气。毋过专家提醒讲，伫咧清香炉的时阵，毋通去甲叮当着香灰，若是伤甜，会当用汤匙甲吸出来。清这个香炉的时阵呢，咱会先甲内底香气抽出来，抽出来了后呢，咱即个甲内底这个算做讲香灰吼，甲伊试的吼，试好算做甲洗好安尼圆吼，你嘛袂使试伤累吼，因为咱伫咧这个香炉的观念呢，咱插香插会松，趁钱较轻松吼，所以咱伫咧这个香炉内底香灰呢，上好是松松安尼吼。另外，请屯这2字是要安怎写的？一般中文会唱台语音写作请屯，也是清晨。不过，若照教育部的台文推荐用字，请屯应该写作德字头的请，迄字边的屯。咱来听台语老师安怎解说。这个请呢，就是有清洁的意思，哈，清除的意思。譬如讲，咱讲。家门清吼，用家门清，甲营野清掉。屯嘛，就是包括迄个营野啦，薰油啦，像讲红架道顶悬，咱有摆香炉吼，像香灰啦，遐拢会当叫做屯。咱的台湾俗话内底，更有一句大饼厝较会富。通常伫咧24送神了后，就会开始大饼扫。民俗专家表示，伫咧台湾民俗内底，一般会对厝外饼入来厝内，代表讲甲外口的钱财气运拢送入去厝内底。这嘛是侪民众对新年愿望。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台北报道。明仔载24送神，民间讲即天是送神请屯。伫咧中华复兴的三和社区，因早期是农村社会，大家拢会种这扫帚棒，家己拔扫帚来用。虽然时代伫咧发展，买一支扫帚真方便，毋过三和社区的时代，也是有保留一个传统的手艺，继续传承先人留落来生活智慧。社区时代整理扫帚棒，先捡做伙，拔做4把，合起来了后，就是一支扫帚。中华复兴的三和社区，早前村民大部分拢是做田人，家家户户拢会种扫帚棒，家己拔扫帚。时代讲，手工拔的扫帚，家真耐用。有啊，这较耐用啊，尾较这较咧家拔较好扫啦，尾较歹扫安尼啦。拔的就是较粘硬就是比较扎实。外口咧卖它无可能做甲遐尼扎实嘛，对啊。咱家己要扫就是各方面拢会想讲较做较舒适啊呢。扫帚是摒扫厝内真重要的工具，有人讲这是天地扫。送神请屯的时阵，一支扫天，一支扫地，代表辟邪招好运。其中咧拔扫帚边的时阵，佫真讲究，拔几步有无共的意思。拔7步讲7步行啦，8步久啦，9步起下厝啦。1、2、3、4、5、6、7、8、9。所以你这支是起大厝的。过去农业社会，人民就地取材，有贵德、稻草、细啊等等材料拔的扫帚，毋但天然环保、耐用好扫，阁有传落来趣味的台语俗谚，是真珍贵的老技艺。虽讲即阵手工拔的扫帚愈来愈少咯，但是社区时代也保留一个传统的老手艺，要继续传承先人留落来的生活智慧。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新竹市有全台湾头一间冠村博物馆，内面保存真侪英国冠村时期所使用的文物，逐年拢吸引7万人去遐参观。为了增加这博物馆的空间加设备，最近准备进行改善工程，希望延续冠村的历史甲文化。古早时代拉里奥、爱国总馆、山东馒头，阁有较早使用过吹过用的人绳，一项物件就代表过去一段冠村内的故事。细汉伫冠村大汉的时代表示，随时代进步，即马冠村是愈来愈少，博物馆对因来讲真有意义。因为我们是眷村长大的，那现在眷村已经几乎都被拆光了，那现在就是有个眷村博物馆，对我们来说，那种怀念的感觉啦。
就是最大的意义啦啊。你像我爸爸也是啊，我爸也是行医啊，也是军医官啊，他这边也有放一些他军医以前用的这个设备在这里面，看的话也是蛮是感伤的。这间成立在民国91年，全台湾第一间的眷村博物馆，逐年吸引不少游客来参观。透过眷村文物，让大家保存过去珍贵的记忆。最近也准备进行改善工程，希望让博物馆设备更加完善。博物馆因为它是旧有的建筑去改造，它以前是一个办公室的空间，所以它在动线上并不是那么完善哦。那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能够有效利用这宝贵的空间哦。然后我们也把常设展跟主题展的一个空间的位置做一些调整，相关的一些教室的部分，可以大家能够在这边也做一些课程的讲座啊，或者是一些眷村的一些特色课程的一些实作的部分哦。文化局指出，改善工程按算年底会完成，未来继续展示眷村文物，为少年线举办展览活动，保存眷村的记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为着要协助种树林的农民，用友善环境的方式，把木材全部利用。嘉义分署辅导阿里山林业生产合作社，利用台湾小蓝精油拍底，开发3种新林芳水，希望发展台湾特色的精油产业，增加台湾林业的绿色产值。食物结合电子设备，手一碰就会发出声音。边仔阁用小蓝研发出来的芳水，农业部林业甲自然保育署初二载时，伫德口自然教育中心发表用茶提炼出来的芳水。精油大部分都是充斥着进口的这些原料或者是品牌。我们希望未来从今天开始我们未来可以有更多的代表台湾森林香气的不管是精油的商品或者是香水的这些商品。为着要让国内林业发展会当有新的产品，农业部林业甲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邀请嘉义大学合作研发，把收整的废材摕来利用，毋但解决林农错记了后产生的废材，嘛替因增加收入。对咱种树仔的人就感觉讲，毋但干那我以后我都得到台湾木材，种一张树仔的这段时间，咱阁会使经过咱的萃取精油，提炼变做是芳水。本来就是爱错掉啊，你无甲错掉吼，伊大了嘛是真歹，所以你甲错掉吼，所以这就等于是讲废物利用啦。农业部林业甲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指出，这3种芳水主要是用小蓝的树枝甲叶仔来提炼，佮配合森林内底花草的芳气来夹做伙，嘛拢有符合化妆品的安全管理办法，希望替阿里山林业的绿色产值带来提升。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我之前伫遮骑脚踏车也捌撞过水牛，即去年4月伫新北市大汉溪边仔脚踏车道有水牛去弄这骑脚踏车的民众。新北市高滩地工程处已经甲这18只水牛送去台东安置咯，互因去遐看山看海，享受更较好的生活。过来，哎。有听人咧游，这牛阵阁有反应。有的牛是伫边仔内咧浸水，有的伫边仔食草。因拄啊搬来新厝，按新北市大安溪边来到台东中滨南溪社区来过轻松的日子。这边没有攻击性的，安安静静的在这边。讲到攻击性，去年4月，新北市港边的脚踏车路真正发生水牛走来入脚踏车，村的牛嘛撞向人阵，互民众惊到要死。为了避免人甲牛搁再发生冲突事件，新北市高滩处决定来清刷这寡野牛。落尾真无简单，抓到18只，伫动保处地车全程协助之下，把牛载到更加好徛起的所在。那个场地比在大安溪地滩里面可能会受到那个台风啊、河川水位暴涨的那个威胁可能是更适合水牛来生长这样子。大安溪的野牛搬来台东的新厝，有山有海，所在旷阔，随时想要浸水就浸水。那大只牛已经挂牛片圈，新主人是南溪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赵清营，要有牛啊乖乖和社区时代做伴。当然啦，我们每天跟他接触就好相处了，现在都可以摸头了。刚开始的时候哇，凶悍的要命啊！有没有污染的水源？然后很多草可以吃了。18只捌伫新北生活的野牛，顶个月初3刷来台东安置，高滩处初2搁再来探视，牛阵状况稳定，
高潭厝讲，日前有请学者来现场评估，讲社区照顾了真好。啊，那大安溪边阁有4线的牛啊，要安怎改当，阁是一个挑战，会阁再评估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智障者家长总会参一本性格会，也有台南美术馆合作，用艺术是自由的力量做主题。有台湾甲日本各强50位智能障碍者，200多件艺术品来参加展览。各项艺术品拢是独一无二的，这毋若是一场台日的交流活动尔，因也希望讲大家更加注重文化边缘的议题。700多内底有各种无同的摊摊，这是今年21回苏玉豪的创作。伊妈妈讲，因为伊得到罕见疾病，情绪较歹控制。自从接触画图了后，伊真介家己的世界用笔画出来。台南美术馆展出侪台湾甲日本的智能障碍者的作品，每件作品背后拢有一段伊要表达的想法。侪囡仔家长认为，这摆展出对因来讲是真大肯定。竹节虫家族要结婚了。就是这2只昆虫与我们人类的日常结合在一起，比如说昆虫会结婚，昆虫会开住户大会，它能很开心的享受在这个画图里头，不是因为任何目的，然后才要去画画。这种艺术是自由的力量，是台湾智障者家长总会参日本性乐会合作，有50位智能障碍者的作品来参展，当中展出200多件无同风格艺术品。策展人讲，素人艺术家的心智总是自由佮有力量，这毋若是台日交流，主要毋望借由展览，通落实友善平权的理念。可以知道新智障者他们有艺术天赋，不是说什么都不会，然后还有就是进而可以认识他们，然后接纳他们。可以跟平常人一样，这样子受到尊重。在社会上属于小众，但是我们主要的精神是世界上给他们有所障碍，而不是我们给他的障碍。这些画作可以多多认识这些智能障碍者，他们在某些方面也是非常非常突出。展览今仔日开播，在场的每一个人手提纸做的飞行机，兼画起背口号。主办单位表示，这有象征艺术创作是自由自在的，未受到束缚的限制，展期会持续到5月中。记者伫台南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8度到24度，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17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21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